战猛虎王！对战盲僧。什么东西啊？生难揍了就下去，看你怎么意思！下去了，下去！现在，请压住！我也不活！不要，快下了！猛虎王，这比赛有什么好买的？猛虎王可是荣誉排名前10的高手，对面那个瞎子这么瘦，能他妈撑够3秒，我算你赢。哼！小子，敢在我们饿狼帮的地盘睡觉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新来的，你他妈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啊！你是光哥，你没看见他方圆10步之内都不能站人吗？东哥，那他到底是谁啊？光哥嘛，龙域之主，江湖上人称龙主。他的真实身份谁也不知道，这么多年也没人见过他动手。但是这些年经他点拨的人，不是成了天榜战神，就是成了一方大佬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这个瞎子进了光哥的房间。亚芒色，我来！哎呀，亚芒色！3、2、1，我宣布，这局盲僧胜！老大，黄哥，醒醒！这是典狱长孝敬您的手机，您尝尝。黄哥，您明天就要出狱了，我有件事想拜托。死了？啊！这怎么会呢？又活了！又活了呀！这是神迹呀！他的气息已绝，我用气劲吊制他最后一口气，但只能维持1分钟。光哥，我有个妹妹叫唐小玉，住在海城，希望您出去后能替我照顾她。也罢，看在你这些年尽心尽力伺候我的份上，我答应你，可以替他出手一次。谢谢。海城10年了，是时候回去一趟了。姓赵的，你什么意思？
小玉啊，别这么大火气嘛！今儿个我来呢，是给你指一条明路。你说说你这破武馆，迟早倒闭，不如卖给我，还能卖一个好价钱。做梦！这武馆是我哥几10年的心血，你休想打武馆的主意。你哥呀，这说起来，当年在海城也算得上是有，只可惜啊，当年他打伤了人，这一失踪就是6年。依我看呀，他不是死在外面吗？赵新成，你他妈找死啊！哎，哟，这脾气还挺倔的呀。好啊，你要是答应嫁给我，我可以不收武馆，而且再给你一笔钱，把它做大做强，怎么样？做梦！就算死，我也不可能嫁给你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后面可是有大人，看上你家这块地皮了，这武馆卖不卖可由不得你。就你这垃圾武馆，连个像样的武师都没有，还有脸开下去？听说你们这在招人啊？听说这里招人是吗？你是来应聘武师的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面试清洁工的。你以为武师是那么好招的？就算是招到，你给得起钱吗？少爷，和他们废什么话？让我去把他们武馆拆了！臭清洁工，挡我路干什么？滚！滚！滚！见鬼了！哎，小心！哎呀，我呀很便宜，管吃管住就行。没影儿。妈的，你找死啊！够了，赵新成，你欺负一个清洁工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，我们真刀真枪的比一把。行，怎么比？我们两边各派几个人，来一场比试。我们若是赢了，你赵家就滚出海城，永远不得踏入唐家武馆半步。行，老子再给你7天时间。7天后，若是你们输了，你就乖乖做我女朋友。而且呢，唐家武馆也得乖乖的划到我的名下。啊，嘿嘿嘿嘿，走。师姐，7天后咱们真的要和他们比吗？你走吧，我们武馆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7天后说不定会倒闭，你还是另寻出路吧。你叫唐小玉？你认识我？啊，不认识。我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，看你们这儿比较冷清，睡觉应该是没人打扰。小子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！别冲动，看来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算了，你想留就留下来吧，工资给你。这几天，你就跟刘伯一起打扫武馆吧。刘伯。啊！你叫我呀，唐小姐。会长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除了唐家武馆，海城另外的18家武馆已经全部被我们收了。好，我会从咱们帝王会挑选一位高手，协助你把唐
长江5万，一起拿下。会长，您这么着急喊我过来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听说，龙主大人从龙狱里出来了。龙主，就是那个10年前以一人之力搅动天下风云，最终被各大势力联合关进龙狱的那个传奇人物。没错，就是他。现在战神殿还有各国的国主都在疯狂地寻找此人。我们若能抢先一步找到他，那我们地盟会今后称霸天下。明白。传我的命令，凡是发现龙主大人行踪者，提拔为本会的副会长，并且奖励本市黄金地段的10栋楼房。是。你看看，整天什么活也不干，就知道睡觉。算了吧，看他也挺可怜的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这世道，谁还没个难处呢？师姐，你就是心地太善良了。我已经把招聘信息发出去了，希望能找到帮咱们的。要是我哥他还在，岂会害怕他们？对了，我最近听说江湖上都在找一个叫龙主的大人物，战神殿甚至悬赏10个亿要找到此人。如果他能来咱们武馆帮咱们，谁也敢轻咱们。别瞎想了，这种大人物怎么可能会来我们这里？去训练吧。老婆，想不想练绝世武功啊？老婆，想不想练绝世武功啊？小伙子，这做梦还能梦到绝世武功啊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想不劳而获。50练不练？50块就想收买我呀？你太小看我刘文强了。我再加50。练！哎呀，你早说你给100块吧。教你个口诀，早晚各念1遍，保证你能打通任督二脉，练成绝世武功。行，你说啥我都听。听好了，我只说1遍：乾坤浩渺藏真意，气聚丹田破玄机，左旋星辰引灵动，右引风云化神力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，这怎么睡着了？化神力的下一句呢？哎呀，算了，先这么记着啊。等你醒了，我再问。乾坤浩渺藏真意，又引风云化神力。还真奇怪啊！念了几句口诀，这老寒腿也不那么疼了。有意思。哎呀，乾坤浩渺藏真意，气聚丹田破玄机。哎呦，刘伯啊，你这几天这嘴里一直嘀哩咕噜都念叨什么呢？你不会中邪了吧？哎呀，不是我呀，最近老失眠，就想着念几句自己编的顺口溜，
就静静心，晚上睡得好。哦，那没事了。好。这个废物看到就来气，不行，我得出手教训教训他。好你小子，居然还敢躲！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师姐，他这几天什么都不干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不要管他。如今大敌当前，你不好好训练，还有心情在这欺负人？哎，唐小姐，刘伯，这些年来辛苦你了。这是你今年的工资，从今天起你就不用来了。我知道你在装睡，这些钱够你过一段日子，以后还是找个正经的工作，别总这么浑浑噩噩的过日子。师姐，你给他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他一天什么都没干。7天时间已到，老子来收武馆了。姓赵的，终于来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海外来的拳王帕猜。我知道他，此人是九品武士，之前在东南亚自由搏击大赛3连冠，在地下拳场更是保持着100场不败的盛况。看来你还是有点见识。拳王面前睡觉，这是找死！等等，你的对手是我。拳王先生，不必客气，给我往死里打！要是出了人命，我赵青城给你担着。唐家武馆第3代弟子程刚，对付你，根本无需使出全力。师弟，师弟，没事吧？大师姐，之前答应过咱们那几个武士都不敢来了，全怪咱们哥哥。什么？小玉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上面有大人物给我撑腰，但凡那些有点脑子的武士，是不会趟这趟浑水的。你，我跟你拼了！是唐家的12路弹腿。功夫不错哈，就是没练到家。废话少说。师姐，唐小姐，师姐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就你这3脚猫的功夫，也学人开武馆，简直就是不自量力呀！啊！刘伯，你上台去把那家伙干掉。啥？我我给你50啊？切，50
50块钱汤药费都不够。 5000。 5000，我现在就上去，大他连他妈妈都认不出来。呀呀！刘伯，他怎么上去了？臭老头，冻死！不是，我是看着那台有点脏，想打扫打扫，省得待会打起来呛着可没。你们拳馆是没有人了吗？连个清洁工都上来了啊！别！哦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刘伯就是传说中的死无敌僧？刘伯呀，别光躲着了，谁是老鼠谁是猫你还看不出来？赢了！我成了绝世高手了！不可能！刘伯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是小陈教了我几句口诀，让我每天多念几遍，然后就成这个样子了。什么？是他？怎么可能？难道这小子才是真正的高手？刘伯，不愿意说实话就算了，你何必说那些荒诞不经的话来骗我？哎，不是，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高手？司徒大人，只能劳烦您亲自出手了。浪费我的时间。真气外放，他是战神境的高手。竟然是战神！别说是咱们海城，就算整个华国，也不可能有人击败他。没错，司徒大人乃是帝王会的新晋战神，放眼天下，修为达到战神境的也就寥寥数人，能够败在战神之手的，那是你们的荣幸。不要怕，让我铁拳无敌刘文强来会会他。刘伯，刘伯，死我了！年轻人不讲武德，偷袭老人家。哎呦，我几十岁的人了，我的老腰啊！你们输了，给我砸了！是老大。什么破逼玩意儿！全给你砸了！住手！哪有你们这样的？师弟，小玉啊，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，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晚上我在海城酒店开好房间等你啊！你无耻！操！一个清洁工！我的脚！我操！老大，废物，连这个事都搞不定，害得我亲自出马。
小玉，听话，哥打伤了帝王会的人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，我必须要走，不然会连累你的。哥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会在外面找一个能对付帝王会的高人，如果我找到了，我就会将这块玉佩给他。难道他就是我哥找的高人？小子，会点戏法，不过你的小聪明到此为止了。陈子光，你上去捣什么乱？赶紧滚下来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区区一个小小清洁工，你敢来挑衅战神？战神之威，不容挑衅，我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。我把你的头拧下来，我司徒雷的名字倒着写。吵死了！刚才就是你打扰我睡觉。怎么回事？我乃堂堂战神，怎么可能会被你定住？不过谁告诉你，战神境就是武道的最高境界了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战神竟被一巴掌秒杀了！难道他真的是高手？司徒大人，快把司徒大人找回来！是。大哥，刚刚就是你拿脚踢我的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小子，你带的人都被我们打败了，你想去哪儿啊？陈哥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来武馆了，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啊！哦，你想得美！住手！云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帝王会的脸面就丢光了。云小姐，难道你是帝王会会长的女儿？那个号称玉面罗刹的云家千金？云家，就是那个走路都得铺金砖的富可敌国的云家。在下云婉堂见过先生，手下人莽撞无知，冲撞了先生，还望先生恕罪。先生实力超凡，想必修为已达小天位。帝王会求贤若渴，诚邀先生加入本会。无论是金钱还是其他需求，先生可以尽管开口。小天位那是什么境界？武道的最高境界不是战神吗？无知，战神不过是世俗的叫法，也就是宗师境罢了。而宗师境之上还有天位境，
而天位境又分为大天位、中天位，还有小天位。原来是这样，想不到他年纪轻轻，竟然有如此行为。什么帝王会、太监会的，你们去找别人吧，别打扰我睡觉。混账！敢这么对云小姐说话，臭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放眼望去，没人敢不敬云家。既然先生不愿意，那在下也不强求。陶小玉，今日是我帝王会输了，明日我还会带人过来，希望明日你还有这样的好运。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晚唐宋先生一句话：小天位虽强，但也并非天下。会长，这是龙域的典狱长发来的照片，上面人就是龙主。太好了，快，拿1万份，不，100万份，发给所有属下。师姐，师姐，醒了。哎，陈子光，前辈，你醒了？我好饿呀，有没有吃的？好酒好菜都给您备好了。前辈，是我哥让你来的。你哥，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有一个人给了我这张令牌，让我来海城。光哥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光哥，那个人让你来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忘了。我吃饱了，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什么？你要走？不然，你们还想留我在武馆打工啊？哎呦，光哥，那你要是走了，那明天帝王会的人来了，那怎么办呀？帝王会，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！前辈，我求求你了，这个武馆是我哥的心血，更是我们一起长大的地方，我绝不能让他毁在我的手里。我求求你！怎么有点晕啊？前辈，光哥，前辈，你在饭菜里下了药。前辈，小玉知道你是大人物，但不会轻易出手，所以只能处死下策。这么做值得吗？你是不会明白的，这个武馆对我来说，比我的命还重要。你没事？这种级别的迷药，就算剂量再大10倍也迷不倒我。我答应过你哥，可以帮你出手一次。现在承诺也已经兑现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你好好睡一觉，我走了。
没事，再来。哎，师姐，光哥呢？他走了。走了？师姐，别管他，他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。师姐你也别难过，我就不信了，没了他，咱这武馆还能撑不下去。不错，这个小子肯定害怕帝王会的人报复，夹着尾巴跑了。这人没必要挽留。就是。唐小姐，有我刘文强在，即便是帝王会的高手来了，咱们也得跟他拼上一拼。唐小玉，一日之期已到，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是乖乖交出武馆，还是等着被我们帝王会踏平？青云的，你别太嚣张，有本事就放马过来！昨儿那个清洁工呢？他去哪儿了？他走了。对付你何须他出手？我们武馆里随便拉出来一个人，就能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。可惜了，我今日特地带了2位小天位的高手来会会他，看来只能拿你们这几个喽啰练练手。哎，我让你查的人查到没有？光哥，我查了好久，终于有线索了。当年啊，在山上救你的那个小姑娘就住在海城。说点我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个小姑娘的名字现在不清楚，但我查到她现在就住在唐家武馆。唐家武馆？唐小玉？师傅，掉头回去，唐家武馆。唐家武馆，唐家武馆离这儿几百公里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这武馆的小姑娘虽然够劲儿，但是你这小身板，我怕你遭不住啊。哎，这样，我知道你的主意了，保管你去了就不想回来了。大白天，活见鬼了！搞了半天，那个清洁工早就逃走了。也罢，正好省事儿。左长老，把这几个人都清理了，一个不留。是。呀！师弟，刘爷，我终于想起小车教我的那几句口诀了。示我一招，老汉崩山！那个不错，就是招式一塌糊涂。刘伯，没事吧？唐小姐，对不住，我真帮不到武馆了。刘伯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接下来就交给我。师姐，难道你想用那招？小玉，别再逞强了。那个清洁工已经走了，在我们面前，你能翻得起什么红？这是唐家的三玄归一。三玄归一是一门武功？不，准确的来说，是唐家秘传的金气针法。此针法是以3根特制的金针为引，刺入人体3处至玄至妙的隐秘穴位，可短时间内让自身的实力突然暴涨。就这破武馆，还有什么绝技？嘿，
这阵法虽然强，但是有极大的弊端。施阵者的实力虽会暴涨，但是却以自身的生命为代价。第一阵10年寿命，第二阵消耗30年寿命，3针起时，那便是将施阵者自身的生命榨干。什么？那这不等于自杀吗？师姐，你别冲动啊，咱们武馆不要了，你别犯傻啊！是啊，没用的，我们得罪了帝王会的人，就算我们现在认输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。一针入气海，真元似海来，天地浩然气，护我身不衰。2针刺膻中，赤血贯肠。唐小姐3针入神阙，乾坤我掌剑。这竟然是战神境，不，比战神境还要强。小姑娘，老夫纵横江湖数10载，见过无数英雄豪杰，你是我第2个敬佩之人。大哥，别和他废话，咱们一起出手，将他拿下。可惜你选择了一条愚蠢的道路，与帝王会作对，唯有死路一条。糟了，时间快到了！大哥，这样都不行了。一人之力战我们兄弟2人，闯天下你是第1个。姑娘，不易遭了。游戏结束，可以去死了。师姐，唐小姐，真是浪费时间。我跟你拼了！去死！我尽力了。你是何人？老板，你们这里还招武师吗？这不可能！这是小天卫武诊的全力一掌。你找死！两个老家伙玩够了。狂妄小儿，今儿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兄弟的绝技——阴阳分天掌。小心！这怎么可能？我爹怎么去他那儿了？你不是小天卫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是小天卫？普天之下，除了战神殿的4大神使，只有1人有这实力。你是老……废话可真多。大哥，你是龙
师姐，光哥，师姐不行了，师姐。我用真气封住了他的几处要穴，暂时阻止了腑气的扩散，但只能维持3天。3天之后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3天，光哥，师姐不能死啊！想想办法。紫光哥哥，不用白费力气了。你认识我？自从你打败司徒雷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认出了你，只是我胆子小，不敢与你相认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当年我在山上练功走火入魔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，多亏你给我喂了一株龙血草。张嘴，这是龙血草，可以镇住你体内暴走的真气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把自己练成这样？我叫陈子光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叫什么？你可以叫我小妖龙，因为我总背着它。其实我已经猜到了，我哥一定出事了。这样也好，我可以去另一个世界和他团聚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记得你们帝王会有一株万年雪参，有让人起死回生之效，此物我要。可笑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那株雪莲乃是本会的无价之宝，岂可轻易给你？小姐，会长刚刚发来了龙主的照片，您快看。这照片的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大小姐，会长让你赶紧回来，我们找到龙主大人了。什么？龙主大人找到了？陈子光，2天后，帝王会将在南城办一场接风宴。想要万年雪参的话，就自己来取。我们走。哎，光哥，你这是？我要用功护住他的心脉，这样会让他舒服一点。啊！住手！你在干嘛？瑶瑶姐，你咋来了？我要再不来，小玉就要被这个变态糟蹋了。瑶瑶姐，你误会了，光哥在给师姐治病啊。治病？撒谎也不打草稿。我都听说了，这家伙就是个清洁工，哪懂什么医术，分明就是想对小玉做不轨之事。光哥，你别生气啊，她是小玉姐的闺蜜，之前在国外留学，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回来了。住手！
刘小姐，你就算不相信光哥，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光哥真的在给师姐治病。你还说，我才出国1年，小易就成这样。切，我得带他去医院。没用的，想要治好他，必须要用万年血参。刘小姐，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，只有光哥能救他。万年血参，就你一个清洁工，怎么弄得起这么贵的东西？你们在这照顾好他，我去一趟南城。啊，不行，我不放心，我和你一起去。随便你吧。啊，大哥，咱们都出来3天了，连一份工作都没找到，这也太惨了。着什么急啊？好歹咱也从龙狱里混出来的，马上就挣钱了，信你刀疙瘩。大哥，云会长来了。宗主大人，老夫终于找到您了。云会长，正是。哦，效率挺高啊！我刚放出消息，你就找过来了。哎呦，龙主大人，您折煞老夫了。我一收到您现身的消息，马上就组织手下连夜赶了过来。哎，您怎么吃这个？嗨，最近山珍海味吃的太多了，换换口味。宗主大人果然是超凡脱俗啊，品味卓绝，能把小小的泡面吃出无上的风味，这种境界，敢问这世间有几人能及呀？老大，咱冒充光哥的名号不好吧？万一被光哥知道了，咱不是死定了？怕什么？光哥在海城，哪有功夫管咱们这边的事儿？咱们从这老东西身上他妈捞上一条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咱们早就带着钱远走高飞了。大哥，抠啊！哎，对了，龙主大人，老夫准备了接风宴，就等着您赏脸了。云会长识相，咱们走。请。站住！你们的请柬呢？请柬？没有请柬不得入内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可是帝王会给龙主大人准备的接风宴，来的都是各国的达官显贵。就你穿成这副穷酸样，还想混进去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？我早就说过了，让你换身衣服，你偏偏不听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不要和这个土包子一般见识，这是请柬，请您过目。还好，我有个同学的爸爸在帝王会当团，我花了不少钱才搞了这张请柬。你的请柬没问题，你们进去吧。啊，土包子，第一次来这种高档场所吧？你记住，咱们是来求药的，等下可千万不要乱摸乱碰，弄坏了什么东西，咱们可赔不起。云会长，我听明白，你无非就是想让我替你对付战神殿吗？只要龙主大人肯出手，本会可以满足您的一切要求。妹妹，你说的是一切要求啊？不错，不管金钱还是美女，龙主大人，您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啊，美女其实不必。小姐，那帮人来了。他竟然真的敢来！万堂，出什么事了？父亲没事，是之前在唐家武馆闹事的那个家伙，交给我来处理。啊！万龙主在这儿，还有人敢来搞乱？
楠楠，用不用为兄替你出头啊？此等小事，就不必麻烦龙主大人出马了。秘书，通知马道长，让他速来宴会厅。是。还有我说，你能不能别吃了？咱们是来求药的，又不是来吃饭，丢不丢人？哦，你想到办法了？我都打听清楚了，这次这个宴会是特意为一个叫龙主的人举办的，此人来头特别大，就连云会长都要对他毕恭毕敬的。只要咱们好好拍一拍他的马屁，把他哄开心了，他一开口，那云会长不就把雪参给咱了？你倒是挺聪明嘛。那当然，实在不行，大不了啊，我出卖一下色相。龙主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一个糟老头子，我刘舒扬拿捏他还不简单。哎，不是你干嘛啊？陈子光，你打伤了本会的2名长老，竟然还敢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这里！你当真以为我们帝王会是好欺负的？竟然还敢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这里！你真当我们帝王会是好欺负的是吗？这次总算是来了个高手。算你有点眼力劲儿。这位是马纯阳道长，是我们帝王会的第1高手。今天你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云小姐，您别误会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，我们是来求药的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们有情姐。小王，你办事越来越不靠谱，这种阿猫阿狗也能随便出现在这儿？不是云小姐，我们错了，无关给您，我们不要了。但是那株雪参，麻烦您开个价，多少钱我们都买。买？那株万年雪参，全球只此1株。你就算是把整座海城都抵给我，也远远不够。小子，就是你打赢了本会的左右长老。你说的是那2个喜欢围攻别人的老头？哼，小子，既然能打赢左右长老，看来你还真有几分本事，敢不敢和老夫比一比呀？哦，要比什么？老夫也不欺负你，你只需接住老夫一招，如此一来，我可以将雪参送与你们，如何？还有这好事？土包子，快答应他，接一招而已，又死不了。行，说好了，输了可不许反悔。哪里来的野小子，竟然敢和马道长叫板？马道长可是云会长花重金从昆仑山请来的高手，据说他自出山以来就从未败过。小子倒有几分胆气，就接老夫一招铁火莲花。你耍赖！你刚才不是说比拼招式吗？你怎么把枪掏出来了？耍赖？谁说不能使用武器的？小子，任你武功再高，终究不过是肉体凡胎。算了，我们不比了，我们走。这一枪下去，你会死的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走吧！现在想跑，晚了。小子，去死吧！肉身，钢子弹，
你不是天卫警？快去通知龙主大人！是。我不会是眼花了吧？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土包子长得还挺帅。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别说，这子弹打在身上还挺疼。你打完了，该我了。老夫和你拼了！呀！于会长，这单生意我可以接，但我要的钱你什么时候能打给我？好，龙主大人请放心，我马上让人安排。说，会长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有什么事？那个清洁工太可怕了，于小姐让我赶紧来通知你，请龙主大人出手相救。什么？一帮废物！连个清洁工都搞不定，要你们有何用？云会长，别生气，这点小事儿，一个清洁工而已，要不我来带老板？那就有劳龙主大人了。好，老子好歹也是龙域出来的，对付一个清洁工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正好借此机会再狠狠地敲这个东西。走，行。喂，别怕，我会很轻易。不要过来！下一个，该你了。陈子光，我承认你是有点本事，但是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你就死定了！我告诉你，龙主大人就在这个楼上，你要是让我少了一根头发，他老人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龙主大人来了。怕了。龙主大人是当今天下公认的第一高手，当年战神殿4大神使联合才能够将他勉强押入龙域，他老人家只要动动手指，就能轻松将你这只蝼蚁捏死。陈子光，够了，咱们只是来求药的，龙主那种大人物，咱们惹不起。听到没有？你若是现在向本小姐跪下磕头求饶，或许我还能一时心软，帮你在龙主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，饶你一条狗命。是吗？说实话，我也很想见一见那个龙主。陈子光，算了，我不管你了。到底是谁要见本座啊？啊！关哥，见到龙主大人还不赶紧下跪！你别说话了，关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龙主大人叫他关哥，怎么可能？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？竟然能让龙主大人如此畏惧？难道他俩认识？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我记得你叫小刀吧？怎么改名字了？没，关哥，是我啊，小刀。对不起，关哥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关哥，对不起。哈儿，我今天来是为了万年雪参，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。万年雪参，我明白了。关哥不想暴露身份，现在正是我戴罪立功的好时候。云会长，听说你们帝王会有一株万年雪参，不错，这株雪参价值连城。龙主大人，您若是想要，我现在就叫人取来。会长。龙主大人，这是本会的一点心意，还望您笑纳。
给我干什么？给关哥呀！请。太好了！龙主大人，此人是谁呀？能让你如此敬重？他是谁？他就是。不是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总之，这是本座的一位老友，你们得罪不起的大人物。是，老夫明白。想不到他竟然真的认识龙主。哦，刚刚是不是有人惹关哥不高兴了？啊，赶紧赔礼道歉，否则的话，本座也保不了你们。陈先生，刚才真是有点冒犯。我们实属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陈先生大人有大量，莫要和我们计较啊。刚刚冒犯了先生，晚堂向先生赔罪。雪参都已经到手了，这小鱼是不是有救了？不，光靠万年雪参还不够，要想救人的话，还需要一味药材。到底还需要什么呀？大概10几年前，苗疆出现了一种奇药，名叫暗夜幽兰。此物生长在云雾缭绕的10万大山之间，因为吸收了黑夜之间的阴邪之气，有稳固灵魂、逆转阴阳之功效。暗夜幽兰老夫想起来了，多年前老夫曾与战神殿的殿主争夺过此物，当时棋差一招，最终此物还是落入战神殿手中。关哥的东西也敢抢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龙主大人莫着急，这次的接风宴，老夫也邀请了战神殿，一会儿等他们人到了，您大可以直接向他们索要此物啊。好，天助我也！你们最好赶紧打起来，到时候来个两败俱伤。战神殿殿主上官明道。云会长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上官兄，听说最近您的修为又精进了，真是恭喜啊！行了，咱们之间客套话就免了。我这次过来，主要是想见龙主。不知龙主大人他人呢？我来介绍下，这位就是龙域之主，10年前威震天下的龙主大人。对，此人的修为只有战神境，不可能是龙主。我明白了，云顶这老东西遇到冒牌货了。战神殿第14代殿主上官明见过龙主前辈。上官免礼。你就是龙主？听说当初我殿的4大神使与你大战3天3夜才将你关进龙域，看你这模样，很普通嘛。你真有那么厉害？什么？不得无礼！小娃娃，别以为自己生在战神殿就可以目中无人。当年本座纵横天下之时，恐怕你还在娘胎。你，上官明，我听说你们战神殿有一株奇药，叫做暗夜幽兰，最近本座正好用得到，还请你交出来吧。暗夜幽兰是我殿的镇店之宝，岂能轻易给你？小刀。奇怪，此人明明站在我面前，可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气息。小刀，我给你半天时间，今天我务必拿到暗夜幽兰，不然的话……明白了，关哥，这件事你交给我吧。上官明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今天本座一定要拿到暗夜幽兰，否则的话，神仙来了也保不了你。敢问龙主大人，您拿暗夜幽兰是否炼丹？什么炼？没错，
古籍记载，用万年雪参加上暗夜幽兰，可以炼制九转逆命丹。服下此丹，不仅可以令人起死回生，还可以让人突破瓶颈，实力大增。这是本座的一位故友，陈子光，陈大师。切！上官明，好，我这就去将暗夜幽兰取过来。算你识相。走。爸，咱们为什么要把暗夜幽兰给他们呀？小梦，爸今天教你一计，此计名为“欲要取之，必先予之”。什么意思啊？九转逆命丹乃是旷世奇药，既然他们说能练，那就让他们练好了。等到他们把丹练成了，咱们再出手，把丹药给抢过来。爸，这招可太厉害了！但是那个龙主不是很厉害吗？咱们斗得过人家吗？哎，狗屁龙主，他不过是个冒牌货。啊？他们是骗子！哎，光哥，暗夜幽兰，战神殿为了拿，不是应该用炼丹炉吗？你这玩意儿能炼出来丹吗？你懂个屁！这叫陈氏炼丹法，是现代科技和古代技术的结晶，不出10个小时，便能炼出九转逆命丹了。好吧，光哥，反正你说什么我都行，我还挺期待的。两个白痴，看本小姐如何把你们辛辛苦苦炼好的丹药偷走。去，把那个水倒一下。哦。爸，龙主他们正在别墅炼丹，我们不用派人守着吗？唐儿，我们费尽心思寻找龙主，目的是什么？你可否还记得？当然是请龙主出手，灭掉战神殿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应该隔岸观火呀。以我对上官明的了解，他一定会派人前去夺丹。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我们再出手，将那些蠢货全部解决。混蛋！我杀了你，难消心头之恨。睡觉喽。臭小子，你给我去死吧！你go！奇怪，人呢？我刚刚明明看见他进房间的。哎，干嘛呢？你什么时候跑到我后面去的？好香啊！这就是让人起死回生的丹药。看上去很普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呀。你懂什么？越是普通的东西，越不能想强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赶紧拿着它去武馆救人。光哥放心，我肯定把丹药安全带到。哎，对了，光哥，
不是说昨天进了个贼吗？还是个女贼，人呢？我也忘了，可能被我丢门口垃圾桶了吧？小姐，啥味儿啊？小姐，身上怎么那么臭啊？你再多一句嘴，小心我给你舌头拔出。小姐，我查清楚了，这条路是通往唐家武馆的必经之路。只要咱们堵在这儿，我不信他们不来。你们什么人？想要干什么？你们什么人？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小姐，到手了。终于得手了。小姐，这次你为战神殿立下如此大功，圣女之位一定非你莫属。少说废话，走吧。是，走。把弹药还我！爸，我拿到弹药了。真的？快，拿给我看看。这就是九转逆命丹，哈哈哈哈！太好了。奇怪，这丹药怎么这么臭？小梦，你不会是拿到假货了吧？不可能，这是我亲手从那个武馆弟子手中抢来的，不可能是假的。是啊，我可以作证，不可能是假的。兴许这丹药就是这个味儿呢。俗话说良药苦口，这丹药闻着臭，吃着香，药效一定杠杠的。是啊，爸，快服下此丹，这样你的修为就可以突破大天位，与四大神使相当。这丹药吃到嘴里，怎么还是这么臭啊？这是什么？怎么有张纸条？上官老二，这丹是我今天早上刚拉的，味道可还行啊。混蛋！小梦，速去后山，请四大神使出关，踏平唐家武馆。小姐，你确定四大神使住在这里？不会错的。四大神使与龙主一战之后，便在这深山密林之中闭关隐修，算起来差不多已经有10年了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没吃没喝的，谁待呀？你懂什么啊？四大神使的修为深不可测，已然是辟谷之境，无需凡俗食物果腹，只需吸收这天地灵气，便可维持生机，增进修为。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本殿最强战力。晚辈上官梦奉殿主之命前来此地，恳请4位前辈出山，助我战神殿踏平唐家武馆。小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4位前辈会不会已经……无耻小辈，竟敢在此胡言乱语，诅咒我等！前辈，前辈，我错了，前辈。前辈莫非就是4大神使之一的狂风使前辈？你叫上官梦，上官明是你什么人呢？上官明正是家父。哦，老夫想起来了，你就是上官明10年前收养的那个女娃娃。那时候你还不到10岁，想不到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。前辈，其他3位前辈怎么没有来啊？好，先不说这个，你这次过来，莫非是店里出事了？难道是龙主杀过来了？啊，不是，
我此次前来，便是奉店主之命，请前辈们出手，灭掉唐家武馆。唐家武馆没听说过，莫非里面有大天位的高手？这个应该没有，对方修为最高的是战神境。上官明这小子是越来越没用了，对付区一个战神境的武者，竟然也要老夫出马。前辈，唐家武馆虽然不强，但他们的背后可是帝王会，万不可大意。什么狗屁帝王会！老夫此人要不是隐世闭关，10年前就将他给灭了。当今世上除了龙主外，老夫还没怕过谁。是，前辈神功无敌，此次下山必定震慑天下，让他们明白，与咱们战神殿作对，将会是何等下场。行了，拍马屁的话就不用说了。此事老夫一人便足矣，无需惊动其他30。是。还好有神使出马，姓陈的那小子这次死定。不好了，丹药被战神殿的人抢走了。抢走了？啊，没事，反正你的丹药也是假的。什么假的？真的怎么能让你护送？原来你们早就知道战神殿的人会来抢丹药啊！陈子光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在服用9转逆命丹之前，我要用金针封住他全身的几处要穴，在此期间不能有任何人打扰，否则将会前功尽弃。光哥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一只蚊子我都不让他进来。他们几个就在这里。是的，他们此刻就在那边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来我们武馆干什么？给我走！出事了！战神殿的人带人上门来了！啊！战神殿搞点小动作抢丹药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打上门来了，太不拿我这个龙主当回事了吧？走，咱们去跟他们拼了！一群缩头乌龟，你们要是再不出来，老夫就把这个武馆夷为平地！住手！哼，终于舍得出来了。9转逆命丹呢？赶紧把它交出来！上官梦，你就不怕本座一怒之下灭了你们战神殿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介绍一下，我身边的这位便是本殿的4大神使之一，狂风使前辈。狂风使？战神殿的狂风使，不是10年前就隐世了吗？10年隐世，怕是江湖上都忘了老夫的名号。今日老夫重出江湖，便是要让这个江湖重新记住我战神殿4大神使的威名。小子，就凭你也敢冒充龙主？识相的，你们几个赶紧自行了断，莫要浪费老夫的时间。冒充的？你竟然是冒充的？确实不是真的。你不是真的，你要不是真的，那咱们就更打不过他们呀。哼，明白就好。今日我不仅要夺取丹药，我还要一个个把你们都杀了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上官梦，虽然我不是真的，但是真的龙主就在这间拳馆之内。都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在这胡说八道，以为我是蠢的吗？信你的鬼话！不行，我们得想办法拖住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耽误小玉疗伤。那就跟他们拼了！不用慌，老头我每天都在修炼，我感觉我的实力又精进了不少，让我刘文强来会会他。怎么可能？这是龙主的9霄御龙诀，这套功法到底是谁教给你的？9霄御龙诀？难道真的是光哥？不可能啊！如果真的是光哥，光哥干嘛隐瞒身份来当清洁工啊？我看你这个什么什么使的也不怎么样嘛，连一个扫地的老人家都打不过。老夫刚才连1成的功力都没使出来，陪你们玩玩而已。可惜了，你的9霄御龙诀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，跟当年的龙主相比，少了108000里。别过，别过！到底是年纪大了，
什么九窍玉龙诀，还不是不堪一击？没办法，只能尽量想办法拖出这老家伙。但愿光哥能早点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今天都得交代在这里。吃你爷爷一记，降龙18掌，快！紫光哥哥，老子好歹是龙域出来的，就算我打不过你，还拖不了你几分钟吗？来吧！啊，是吗？跟你拼了！说，九转逆命丹在哪里？赶紧给老夫交出来！前辈，那枚丹药一定在姓陈的那小子手里，赶紧杀了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把丹药吃了。把我们杀了呀！丹药此刻已经被我师姐服下，你们都来晚了。哈哈哈！你以为你们这样说，老夫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？老夫会把那服丹之人丢进炼丹炉里，炼他个749天，炼成一颗人丹。不仅如此，老夫还会当着你的面把丹药服下，让你亲眼见识到老夫的功力暴涨。你，看来这就是冒充龙主的代价。兄弟，告诉黄哥，给我报仇！老东西，来吧！道哥，想和老夫拼命，没这个资格。我呢，有没有这个资格？那我呢，有没有这个资格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前辈，九转逆命丹就在此人手中，赶紧出手杀了他！住口！怎么了，前辈？这小子不过就是之前一个武馆打杂的，怕他干什么？我早该想到，大千世上能炼出九转逆命丹者，唯有一人。宋子峰，许久没见，怎么今天没见你那几个师兄弟？休想吓唬我！我若是想走，怕是你留不住我。哦，那你可以试试。罢了，今日算老夫倒霉。你若是放我走，老夫可以保证，从今往后这个武馆不会再有人来闹事。可以，但是他得留下。陈子光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凭什么让我留下啊？不交。前辈，你告辞。走了。光哥，你好厉害啊！光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师者这么怕你？不该问的就别要问了啊！光哥，我就一点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放他走呢？我现在没时间管他。小玉的治疗出了点问题。什么？陈子光，小玉到底怎么了？师姐，我是程刚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叫我师姐啊？失忆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是我小看了三玄归一对他身体带来的伤害。虽然九转逆命丹让他的身体重新焕发了生机，但是他体内的腐气破坏了他大脑中某些区域，导致他失去了部分记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心智会逐步下降，最终可能会陷入永久沉睡。紫光哥哥，他们是什么人啊？长得好像坏人，为什么会在我房间啊？
别怕，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和家人。那怎么办啊，公哥？那想办法救救师姐呀！陈子光，你一定有办法能治好他的，对不对？办法确实有一门功法叫轮回诀，可以唤醒一个人的记忆，帮助修炼者恢复心智。轮回诀，咱们去哪儿找这么一门功法呀？当今天下只有一个人会此功法，就是战神殿的圣女苏心兰。战神殿圣女？战神殿不是只有殿主、长老、神使这些，怎么还多了个圣女呢？这就是战神殿的高明之处。表面上，战神殿的掌舵者是殿主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掌舵者是暗处的圣女。竟然还有这种事情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留下上官梦的原因。多了这名人质，我们便多了几分话语权。哦，光哥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去战神殿？你先把上官梦带过来。别装睡了，知道你在偷听了。来，起来！站好，光哥。别做梦了，我是不会带你们去战神殿的。那可由不得你。下月初1便是素心兰的生日，每年的这一天，她都会举办生日宴。只要你带我们混入会场，我便放了你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咽下去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百蛇丸呢？你要是不想毒发，受万蛇噬心之苦的话，你最好给我乖乖的听话。你，爸，唐家武馆那边来消息了，战神殿出动了狂风使。太好了，正如我所料的，两边打起来了。怎么样，战况如何？听说狂风使全身而退，但唐家灭口，就只伤了几个小喽啰。那龙主呢？龙主没出手吗？据线人汇报，那个龙主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哎，爸，你没事吧，爸？没想到我打了这么些年的鹰，最后让个瞎家巧给啄了眼睛，奇耻大辱！我早就看那个人不对劲了，没想到我们居然被他骗了这么久。看来只能执行 B 计划了。B 计划？这些年我派人打掉了数十家的武馆，抓的武士有上百人，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。圣女大人到！见过圣女大人。圣女大人，这是我们几家商会今年的一点心意，还望您不嫌弃。今年的贡金怎么少了这么多？圣女大人息怒，实在是今年行情不济，出口货物滞销，价格一跌再跌，我们几家商会也是苦苦支撑，能凑出这些贡金已经是很不容易了，还望圣女大人明察。行情不济，我听说最近江湖上出现了不少商会，开拓了新业，赚的是盆满钵满。你们几家商会倒好，不仅没赚到钱，贡金还少了这么多。莫不是你们偷懒耍滑，把本该上贡的钱私吞了吧？上官店主，冤枉啊！我们几家商会对战神殿忠心耿耿，绝对不敢有二心啊！我们真的是遇到了困难，才导致贡金减少的。我不管那些，总之10天之内，你们如不把剩余的钱补齐，就将你们全部扔到刑堂。我有的是办法
让你们把钱给吐出来。是，我现在就去筹钱。云婉堂小姐到。圣女大人，云婉堂小姐到。圣女大人，婉堂奉家父之命，特意送来贺礼，恭贺圣女大人方辰之喜。云小姐有心了，多年未见，不知云会长身体可好？家父一切安好，多谢圣女大人挂怀。云小姐，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？龙主呢？他没和你一起过来吗？龙主，前辈说笑了。家父和我前段时间过于疏忽，被一个江湖骗子钻了空子。此事确实让各位见笑了。骗子！我并不清楚真正的龙主究竟是谁。店主，圣女大人，小姐回来了。什么？小梦回来了？爸！小梦，你不是在唐家武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了？爸，对不起，我带回来几个人。什么？好热闹啊！陈子光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你们几个骗子，居然还敢来！我帝王会已经下发了 S 级通缉令，既然今天都来了，就一个都别想跑。云小姐，今天这里不是战神殿的地盘吗？怎么轮到你在这指手画脚的？你，云姑娘说的没错，陈子光，你掳走了我的女儿，没去找你算账，今天竟然自己找上门来。上官明，别在这假惺惺。你要真在乎你女儿的话，为什么不来唐家武馆要人啊？哼，你们还不知道，今天不仅是圣女大人的生日，是其余3使的出关之日。没想到去找你们，你们竟然自己找上门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把命留下，作为圣女大人的贺礼。来人，等一下，上官明，你女儿中了我们特制的剧毒，你若是杀了我们，这世上可就再无人能解此毒。小梦，他们说的是真的？你们几个今天过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上官明，只要圣女愿意出手替唐姑娘疗伤，我们就可以立刻将解药拿给你。疗伤？难道她伤了心智，需要本殿的轮回诀？没错，我们此次前来只为轮回诀。你女儿的命现在就攥在你的手里，你看着办吧。算了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圣女是假的。假的？哈哈哈哈！竟然被你们发现了！我去，这个圣女居然是假的！这里没你的事，退下吧。是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这圣女怎么怪怪的。这也是啊，要不说那么多呢。你们几个在这里拖着，我去找真的圣女。陈子光，认识你那么多年，没想到你还有偷看别人洗澡的习惯。要不是这世上只有你的轮回诀能治疗离魂症，我是真的不想来这里。当年我多次邀请你进入战神殿，你每次都狠心拒绝。没想到今天竟然为了一个女子主动过来找我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跟你做个交易，我用我的御龙诀换你的轮回诀。哼，看来你真的很在乎他。你若答应，我现在便将口诀告诉你，这交易对你来说只赚不亏。可以，你随我来吧。
陈子光，我真是搞不懂，你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愿意交出玉龙诀？难道她比我还美？什么味道？真香10年未见，看来你忘了我的外号——迷香仙子，可不是白叫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进密室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放他出去。是。上官店主，狂风使前辈，我提议我们可以联手，将这几个小贼拿下。可是小梦她……上官明安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两女人与本店的利益相比，算得了什么？是啊，上官店主，机会难得，你就不要再犹豫了。既然来了，让他们一个都别想跑。说得对。圣女大人，既然来了，就都留下吧。你以为我怕你了？上官明，你真是老了，越来越没用。对付敌人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斩草除根。圣女大人教训的是我考虑不周。爸，你们战神殿的人还真是没有人性！你们这样做和邪门外道有什么区别？紫光哥哥人呢？你就是唐小玉，哼，看来也没什么特别。你的紫光哥哥死了，你再也见不到他。什么？不可能！紫光哥哥这么厉害，他怎么会死？你吓唬我是吧？你这个老妖婆！敢说我老？狂风使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大卸8块。是。那是坏人，还我紫光哥哥！小玉，放过我师姐！瞧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倒是挺会勾引男人。嘿，你个贱人！你以为陈子光还能来救你吗？哼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，让你们阴阳两隔。是谁？唐家武馆，陈子光。光哥，我就知道你没事儿。光哥，我就知道你没事儿。总算回来了，下次真的别再那么刺激了。哎呦，你明明中了我的迷香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迷香，你别说，那个味道闻起来很香，说起来我还挺感谢你。很久没有睡这么好的觉了。你……哦，对了，多亏了你，我已经练成了轮回诀。看在以往的情谊上，你们战神殿只要主动解散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命。饶我一命？我看你还看不清楚现在的形势吧。10年前我能关你一次，10年后我还能再关你一次。狂风使，属下在。就凭你？哈哈哈，当然不是。伙计们，现身吧！哇，战神殿4大神使，这就是4大神使。
陈子光，好久不见！当年那一战，我现在还记忆犹新。没想到10年之后，我解出宽，第一战又与你交战。哼，手下败将而已。当年我们是太过仁慈了，这次要让你彻底灰飞烟灭。你们几个吃大蒜了吗？口气这么大！陈子光，你还像10年前一样令人讨厌。这10年来，我们兄弟4人的修为可谓是有着质的跨越。现在对付你，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。光哥，如果轮回诀已经到手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啊，是啊，这当年就连龙主都败在了他们手里，咱们更打不过呀。陈子光，你别再意气用事了。那个小玉，咱们就快跑吧。小玉，想不想看我把他们的胡子拔下来？拔胡子，好玩，好玩。不自量力！你以为你是当年的龙主吗？作死！好玩，好玩。小玉，乖，去找他们吧。各位，不用手下留情。他既然冥顽不灵，那就杀了他。小子，这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兄弟4人这10年来苦修的成果。化神龙。光哥，紫光哥哥，不愧是4大神使，果然强得可怕。陈子光，你真是不自量力。哼，陈子光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现在愿意加入我战神会，我就放你；不然，你还有你身边的这些朋友，全都得死在这儿。陈子光，要不我们投降吧？就是加入战神会而已，也不会掉份肉。李舒瑶，你说什么呢？刚刚宁可战死，也不可能苟且偷生。说我干嘛？我也不想这样啊！我就是不想看到大家一个一个都死在这里啊！好了，你别吵，我在思考。相信我吧，有关哥在，一定没问题啊！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嘴硬。你以为这小子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我光哥，天下第1人，大名鼎鼎的龙域之主。你说什么？他是龙主？光哥竟然真的是龙主？就是那个当年威震天下的龙主。哼，龙主又怎样？在我们兄弟4人面前，是像条死狗一样，被困得死死的。胆敢挑衅战神殿者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这链子真不错，绑得我还挺舒服。小子，到现在了还在嘴硬。10年前你就不是我们的对手，10年后你依旧是我们的手下败将。哦，10年前那一战，你真以为我输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说起来，龙域真是个好地方，起码在那里没有人敢打扰我睡觉，哪像现在这么多麻烦事。乾坤一掷，九霄龙吟。怎么会这样？
怎么可能？他们可是四大使者呀！隐藏了实力。赢了！赢了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们赢了！哎，我就说没问题吧，真是。紫光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都结束了，从今天起，战神殿从这个世上消失。战神殿存世已有上千年，岂是你说灭就能灭的？天哪，被打倒了！圣女大人怎么样？是啊。龙主大人，我错了，都是蓝素心那个贱人，他指使这么做的。我死不足惜，但是我家小梦还年轻，求龙主大人大发慈悲，救救他吧。爸，哎呀，救什么救啊？他根本就没中毒，给他吃的是巧克力。云小姐，灭了战神殿，接下来该你们帝王会了。帝王会作恶多端，早就应该被铲除，还江湖一片太平。你谁要过我女儿？爸，你终于来了！云顶，你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？无知小儿！就在刚刚，老夫已经吸收了108名武师的修为，实力已经超脱天命境，放眼世界，已经无人是老夫的对手了。多少？108？哼，吸尘器呀！你怎么能信？爸，你快别跟他们废话了。现在战神殿已经不行了，我们只要灭掉陈子光，我们帝王会就能够再次称霸天下。小玉，陈子光，想不到原来你才是真正的龙主。也好，今日便让老夫灭了你，好让这天下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。就这，光哥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吃100多个汉堡，你也这样。但凡他体格差点，都走不到这里。哦，不关我的事，我不认识他。不是，你也吃汉堡了？这就交给你们了。陈馆长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这次你们唐家武馆一开业，在江湖名号肯定响当当了吧？刀兄客气了。对了，战神殿的那些人呢？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啊，蓝素心和4大神使已经被送到龙翼监狱去了，以后再也不能作恶了。上官明父女俩呢，退隐江湖，归隐山林了。这么一说，战神殿岂不是完了？那帝王会的人呢？最狡猾的就是这父女俩，在送去龙域的路上逃跑了，结果找不到了。反正云顶这废物啊，修为尽失，谅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。就是管他呢。哎，光哥呢？光哥，他昨天跟师姐疗伤了，在房间里待了1整晚，到现在都没出来呢。疗伤？什么疗伤啊？小玉的失忆早就被治好了，我看呢，多半是找个借口在房间里那个。他们在房间里干什么呀？邀请你倒是说呀！陈馆长，你就别问了，你就等着吃喜糖就好了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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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喜糖？剪彩了，光哥。师姐，光哥人呢？你们快看，这里有封信。瑶瑶，程师弟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种种经历，
我也彻底看开。以前我将武馆视若生命，现在我觉得比起武馆更重要的是珍惜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。我打算和紫光哥哥云游四方，去体验新的生活，去看看那未曾见过的山川湖海。武馆以后就交给你们了，放心，我以后会按时发朋友圈的。师姐走了，这两个人也太不讲义气了，出去玩竟然也不带我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他们的，我小刀也想找一个能够相忘于江湖的人。其实，好，好。完了，行行好吧，行行好吧，大哥，行行好吧，大人，我们父女二人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。滚开！谢谢。紫光哥哥，你刚刚干嘛去了？没什么，遇到2个熟人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接下来我们去一个很远很远、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